3000蚊都唔使，嗌你去越南峴港玩足5日4夜，坐筲箕船打卡佛手托金橋，感受燈火輝煌嘅會安古鎮，真係非常合適香港人去 hea 住嚟玩。先講航班，香港直飛1個半鐘頭到達峴港，簽證都幫大家搞掂晒，唔使額外再俾錢。機場出嚟上返大巴，40幾座嘅新淨大巴坐20幾個客，保留多啲吉位任君選擇。一落地就安排宵夜，鮮味十足嘅海鮮粥，粒粒金黃嘅炒飯，現蒸現食嘅餃子，仲有配菜都唔少得。而家喺我身後嘅就係我哋喺峴港連住4晚嘅酒店啦。呢間就係當地嘅5星酒店。房間大概400幾尺左右，裝修溫馨現代，浴室乾濕分離。而呢間酒店最正嘅地方就一打開窗就係海邊，3000蚊都唔使就可以連住4晚海景房，呢個性價比真係高啊！再嚟睇睇我哋早餐有啲咩食，差唔多有成百幾款咁多啊！粵式西式都有晒，越南咖啡、越南河粉、越南法包都係你喺香港未試過嘅風味。遊下水又睇下出面嘅靚景，咁樣先至啱香港朋友嘅旅遊方式啊嘛！酒店對住嘅被譽為全球最靚嘅6大沙灘之一嘅美溪沙灘，9公里嘅海岸線，水質清澈透明。目前就比較小團隊過嚟，所以就唔似一啲地方咁熱鬧，物價又平。如果大家想要親身過嚟遊玩，就記得揾我哋美味假期報名。下集再同大家講下行程有啲咩玩，記得點讚追蹤加關注啦！